六千几八，第8课。这就六中切八音背，已经学过拼音了吗？给给桑啦，熊美背。格桑老师不在吗？熊梅空千卡闲啦配把人不在，他去别的科系了。空冲嘟噜配把人呗，他去开会吗？马瑞录中那个配把人，不是，他去学习了。录中开着那个配把人，去学习什么呢？就这十八录中那个配把人，去学习现代艺术了。日莫迪续七把人，这幅画是谁画的呢？也不写不记起下，画得非常好耶。给那几期那画人，是老师画的。空让中那内开把恰把西人，他自己练习之后变得很熟练。硬脆录中开始前呢，我们不论学习什么，尊具中亚题那个做人，努力精进是最主要的关键。拉人，居民切本拉在中等切够人。是的。必须不间断地锻炼技巧。天让翠陪一找就录中切把音背。你们已经学过藏文拼音了吗？录对孔妈切词把音。上学期已经学完了。庭上陪记建议录中切背钢印，目前是学习西藏语文的阶段。建议看这录中切把音内，无论如何学习语文，蒙布洛亚堂蒙布起亚，多读。多写，蒙布尼亚提，我内哈将可签包人，以及多记，真的十分重要。他家让人因内而且要当给民读，正是如此，但是我做的还不够。第三类能力可以先不入几个人，要从思想观念中将它视为重要的事。刚因没把有马人，天底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拉索我刚因苍妈开始切记应。是的，
我将克服所有的困难。Lúc chuyện sống dây mà chế na,节律 thép ký rể。没有学以致用的话，进度将会落后。Thế tuy rằng số số穷 ra khi rể thả， 到时自己将会吃亏。Thu chia sẻ, nghe nghe bớt thủ lúc chung ya bớt chia ký影。谢谢，我必定会好好地学习。解决kỳ总称，替换练习。空卡巴的佩巴人，他已经去哪里了？空拉康拉佩巴人，他已经去大殿了。空朱拉康拉佩巴人，他已经去金堂了。空拱康拉佩巴人，他已经去禅堂了。空查下拉佩巴人，他已经去僧舍了。空参康拉佩巴人，他已经去闭关房了。空缺扎拉佩巴人，他已经去辩经场了。空内丘拉佩巴人，他已经去圣地了。空醒康拉佩巴人，他已经去净土了。卡瑞迪须卡瑞切巴人，这什么是谁做的？伊给迪须七巴人，这封信是谁写的？汤嘎迪须七巴人，这幅唐卡是谁画的？别恰迪须曾巴人，这本书是谁著作的？松雀迪须那瓦人，这篇教法是谁开示的？干脆开始录中切巴音背。你们已经学习什么了吗？干脆陪一扎就录中切巴音背。你们已经学习藏文拼音了吗？干脆陪一松大录中切巴音背。你们已经学习藏文文法了吗？干脆陪一七注录中切巴音背。你们已经学习藏文句型了吗？干脆陪一七切录中切巴音背。你们已经学习藏文虚词了吗？军米切巴尔卡瑞中德切狗瑞，必须不间断地锻炼什么？军米切巴尔拉兹中德切狗瑞，必须不间断地锻炼技巧。军米切巴尔吕兹中德切狗瑞。必须不间断地锻炼体能。
卷米切本的路口中的切狗人，必须不间断地磨练胆量。卷米切本的推女中的切狗人，必须不间断地锻炼听力。卷米切本的女巴中的切狗人，必须不间断地锻炼能力。卷米切本的胸远中的切狗人，必须不间断地磨练实力。卷米切本的波巴中的切狗人，必须不间断地锻炼辩才勇气。卷米切本的水线中的切狗人，必须不间断地磨练耐心。可是没把有买人，没有远离什么之处。赌技没把有买人，没有远离尘嚣之处。起码没把有买人，没有远离染垢之处。妞扎没把有买人，没有远离纷扰的事。心车没把有买人，没有远离烦心的事。我开始参加克服切记营，我将克服所有的什么？我刚刚参加克服切记营，我将克服所有的困难。我刚内参加克服切记营，我将克服所有的难关。我都要参加克服切记营，我将克服所有的痛苦。我迫切参加克服切记营，我将克服所有的障碍。测试生词。给桑善缘格桑 Good luck 老师 Shuk 安住在 Tsenkak 科系嫌其他Pip 来去冲突会议 Gyuze Serba 现代艺术 Rimo 图画 Jiwa Chiba 写画Yakbo 好的 Shebojik 非常让中能自我练习 K8 熟练恰把形成尊句中发精进 Nikak 关键作窝
主要。均密切吧，不间断。总的切，锻炼、磨练。扎啾噜，拼音。录对孔吗？上学期。完毕。挺桑，目前。Geek， 语文。港，现阶段。Look， 读。nghe， 记忆。哈江，十分。K千波，重要。他嘎让谁？正是如此。银囊，银内。但是。三落，思想。计划，计划。视为。刚耶，困难。贴塞切，克服。录卷，学用。耸接，双韵，并行。节律 tip， 落后，迟到。体对，到时。让苏苏噜，各自底。穷 rock， 吃亏。突击切，谢谢。涅巴土，必定。拉康，大殿。朱拉康，金堂大昭寺。拱康，禅堂。查夏克，僧舍。参康，闭关房。缺扎，变经场。内丘，圣地。信康，佛国净土。扎啾噜噜，拼音。松达，文法。切朱，句型。切切，虚词。拉接，记忆，技巧。吕接，体能。Lokok， 胆量。推女，听力。女吧，能力。胸围，实力。波巴，辩才勇气。随线，耐心。赌技，承销。起妈，染垢。妞渣，纷扰。
心切，烦心。干内，难关。肚捏，痛苦。而且，障碍。